為咗方便聾人嘅日常溝通，有科研公司研發咗一款擴增實境字幕眼鏡，可以將語音轉換成文字，再投影喺鏡片上面顯示。咁咪就係講多次。你今日喺邊一區過嚟㗎？我喺紅磡嗰邊過嚟嘅。係搭咩交通工具啊？我搭小巴。有份研發呢一款字幕眼鏡嘅 Kelvin 話，坊間有唔少手機應用程式可以做到語音即時翻譯。佢強調，字幕眼鏡希望令到使用者喺同人溝通嘅時候保持眼神接觸。唔需要話一個講嘢嘅時候，另一個就一路睇住手機啦。咁其實用個眼神去接觸咧，咁其實可以幫助到佢溝通，同埋係即係同人嘅關係啊，亦都會比較自然一啲啦。喺而家呢個階段都係一個驗證個概念嘅階段啦。咁咧我哋咧主要係希望可以即係啟發到唔同嘅人咧嚟到去即係嘗試去發展一啲幫助殘疾人士嘅科技嘅。協助測試呢一款字幕眼鏡嘅 Sarah 本身係深度聽障嘅。平時主要靠讀唇同人溝通，佢而家嘅工作係幫聽障人士揾工，希望科技可以幫到聾人融入社會。有陣時我陪佢哋去見工啦，我有陣時都需要提供一啲手語翻譯俾佢哋，咁但係無形中咧，僱主就會覺得呢位聽障人士嘅工作能力可能都有啲憂慮喎，即係未必可能可以直接溝通喎。但係如果佢哋戴咗呢個咁嘅字幕眼鏡嘅話，免除咗呢個聽覺嘅問題之外，其實僱主就可以更加直接咁樣去知道咗呢個聽障人士嗰個工作嘅能力啦。